踏入 AI 新時代，人工智能正顛覆各行各業。港專學院推出人工智能相關學士課程，課程特別重視人工智能技術嘅深入學習，為學生全面教授 AI 核心知識。港專設有人工智能創新中心，配備業界標準 NVIDIA GPU 同埋專業 AI 軟件開發工具。學生利用業界級設備，可以高效處理大數據同埋構建複雜嘅 AI 模型，開發電腦視覺同埋智能推薦系統。課程強調將 AI 應用喺真實場景，例如 AI 醫療影像與診斷、智能風險評估與數據分析、個人化推薦系統同消費分析。港專仲同多間大型科技公司緊密合作，為同學提供實習同埋交流機會。課程已經納入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，合資格嘅本地學生每年可以獲得政府提供嘅學費資助。AI 人才出路廣泛，起薪點極具競爭力，把握機會，立即報名。